伫开始进前吼，我咧想讲，算各位的责任吼。我今仔日早起，咱礼拜四早起即个开讲的即个1点钟的时间吼，我后礼拜我咧想讲，我要含各位读一段资料吼。我即马头上迄相片，恁毋知看会到，其实我已经换过，但是我毋知影讲恁看到即马头上是我挂喙乌黑呢，还是讲我即马打起的迄个资料？即段资料叫做现在写吼标题是叫做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吼。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，伫我头上这就是啊，但是爸咪毋知你看会到袂？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是伫个有看到啥？看会到，看会到吼，好看会到，毋是我咧挂喙乌的迄啦吼。即篇呢是台湾风物即本算期刊啦吼，台湾风物期刊1992年9月30号出版的吼，42卷第3期吼。台湾风物42卷第3期，1992年出版的，其中洪义林老师吼，洪义林先生吼，这是台语科仔内底大家足尊重的，足敬重的一个老前辈吼。伊等于是伊写的一篇论文啦吼，叫做《日据时代的台语教育》吼。所以其实我还未看完啦吼。但是后礼拜各位的礼拜暗时啊9点吼，咱迄1点钟开讲时间，我来读即篇论文吼。1点钟毋知读会煞袂，可能无法度，咱就尽量等下这算偌济吼。我感觉这足重要啦，就是讲，互各位认捌一下历史吼，因为太侪物件，咱伫咧即个建构的过程当中吼，其实足侪物件爱学习。学习毋是逐个喙踮遐往你讲我讲安尼，我听到啥物人某物人讲，我着今仔日即个叫做道听途说啦吼。我今仔日伫咧路边讲，我随便来挖头就甲另外一个人讲。当然无毋对，你讲的可能是真诶，来你听过来是真诶，但是你伫咧你诶传授过程当中，可能你着会漏失一寡物件，甚至你会掺一寡家己诶意见吼。所以有诶可能就变成假安尼，所以我真到我较爱读原本诶即个资料来源，互各位听吼。你若有兴趣，伫咧日本时代，到底日本人对台湾诶台语教育哦，伊即只毋是讲日语教育，是台语教育是安怎做？做到什么程度？是做内容是啥？你若有兴趣，后礼拜咱迄个1点钟诶开讲时间，咱再来讲。OK，今仔日早起有一个先生吼，伊是我感觉是来踢馆的吼，真无礼貌。伊甲摆来讲，你上好讲出几个迄个例啦吼，就是台湾迄个战犯受到判死刑的吼。其实这 Google 就有啊啦吼，我迄当阵本来要 Google， 但是我迄当阵 Google 迄个 keyword 用着，你用台湾战犯吼来找，我即马查一下好，凊彩就有啦吼。可能伊找无吧。找无嘛是，就是讲吼，出一支喙踮遐乌白讲的吼，我实在是，毋过阿你直播的迄个画面爱较真实呢？直播画面无送出去我选毋对去，稍等下吼。写是拢有啦，但是画面毋对。我因我选毋对去，稍等吼。我即马电脑变慢动作啊，稍等吼。好，我是凊彩找头一篇，我就甲打去吼。
利用台湾建番即个 keyword 来找就好，但是这毋是原始资料吼，这是凊彩我找一篇，因为伊内底有写着吼，这篇是报道者即个可能是杂志的款吼。啊，伊伫个即个篇内底，我看卖啊，我甲 link 打起来吼，你找看卖啊，我看卖现到倒位去呢？好，伫即篇的歹势，我毋知要安怎讲，差不多是，可能是差不多是1/5的部分即只吼。伫咧即张相片，有一张相片是听海影内底被逼落冬的外国政府吼，你会看到相片正面3个人吼，头前是一个即个可能是日本人，啊后壁2个是金头毛，应该是美国人吼，嘛可能是英国啊是迄个啦吼，澳大利亚吼，不管吼，就是阿杜啊吼。阿杜啊，你有说啊，即张相片吼，即张相片下底，伊是安尼写吼。毋是即篇，我等下看着。我屏幕都有看着，等下我看卖。会当 search finding page， 形，好 ，OK。哎呀，搁来一遍 ，finding page， 形。过来咧。其实即出戏吼，就是伊即马即篇，就是你讲迄出戏，我早去讲迄出戏，佮听海影。内底就是应该是你讲即个台湾战犯去互判死刑的即个故事啦吼。但是我记得伊内底有写一段数字，好来 ，OK， 你若用手机啊，会当摄取迄个画面的吼，你家己去摄取我 share 即篇内底有你用死刑即个关键字去查，你就查会着吼。讲，我对开始对遮开始好了吼。二战结束了后，亚太地区的审判由7个同盟国自行立法伫亚洲53处进行。由于全亚伫即个婆罗洲的政府大部分是澳洲、英国甲印尼籍，所以审判则由澳洲军事法庭来负责。审判当中，各国起诉的日军战犯总共有5707人，包括190名台湾人被判做 B、C 级的战犯。伊分 A、B、C 3级吧，头前有写我袂阁念啊吼，啥物是对一级啊？台湾人是被判 B 级甲 C 级吼，其中21个人因为违反战争罪甲反人类罪被处以死刑吼。其中21个台湾人，伫个太平洋战争当中被判死刑吼。即寡少年囡仔吼，可能18、9岁啊，20几岁啊吼，被判死刑。被澳洲军法法庭判刑的台湾人有95名，其中7个人判死刑。OK， 啊，这啦，你若要去查，绝对有资料通去查，我就毋知迄颗配套内是你等下是你跳啥，甲你毋去查，好啦，咱莫讲这含这无关了。后礼拜咱就来读迄个我头上迄篇吼，希望各位会当咧迄1点钟内底，你会当学着做侪物件。我实在是足无希望各位敢若拢道听途说啦吼，试过拢传播一寡无一定是正确的，或者是你家己所以为是正确的吼。但是其实事实上是毋对的吼，所以我有啥特别要
通的，因为我真正捌看过有人认为讲日本时代对台语教育是做足好，偌好偌好。其实，最好歹基础，日本人的目的是啥？台语教育是毋是伊的目的？吼，迄其实才会清楚啦吼。咱再来看这篇论文。后礼拜暗时各位台湾时间暗时9点有兴趣，咱再来看这篇日本时代日剧。伊用日剧啦吼，日剧就既然日剧，咱就读日剧吼。日剧时代的台语教育吼。好，咱来转来读日咱遮写日志。等下我先关门。虽然讲，我拄则安尼讲，各位可能要会着吼，日本人的教育目的毋是以台语教育为目的吼，但是，就算伊毋是用即个为目的来做教育，就比迄个配套国民党搁较好万百倍就对啦吼。你看就知影吼。后礼拜咱再来看，笨国民党。好，8月初一，1639年8月初一，是那生理人酒食定过诉状的灰要按照当时对祖国所寄来木制样品，伫个西那来制作。今仔日有2只帆船到台湾，就是一只来自惠来，再有20个人，再有3000个虾，甲50包米。一只是对三宝坎，这个什么所在？再有17个人，50担盐。商务员 Cornelius Caesar。OK， 我今仔日去献这本，毋是这本，我今仔日甲总算甲我另外一本书读煞吼，福尔摩沙岛史吼，后壁有附录内底，我后期我再翕互各位看啦吼。附录内底伊有2张表吼，一张表就是荷兰时代总督吼的任期表安尼吼。荷兰长官啦，应该叫荷兰长官吼，台湾长官吼。即个 Cornelius Caesar， 等下我甲迄本书摕出来。咱即马今仔日读的即篇内底，即个人 Caesar 毋是头一遍读着啊吼。即个商务员，伊下属啊上，我袂记得是下属还是上校吼。啊，对商务员，伊呢其实伊后来伫个我看下。我拄则讲有2张表嘛吼，一张就是台湾长官的任期表，另外一张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的牧师任期表吼。所以每一个牧师内底两头拢看得到。这个商务员叫做 Cornelius Caesar 呢，伊是伊后来捌做过台湾长官，是对1653年到1656年吼，就是台湾的。对尾啊算过来第2个吼，尾啊算来第2个，上尾一个是，你若可能捌听过汉语拢写做魁一吼，迄个葛魁的魁吼，即2三个一吼，魁一吼，这是伊上落尾一个嘛吼，尾2个就是即个 Cornelius Caesar 吼，所以即个名你爱知影吼，将来一定会读到吼。伊做偌久呢？1653到1656吼，3档的吼，咱来读足这边伊的名吼。好，商务员 Cornelius Caesar 呢，伊做一只希腊人的帆船，满载对日本有路用的粗货，出航前往平湖，要去遐甲即寡货物转赠互大船班达号。迄只船随时拢有可能到遐吼。8月初2。OK，
为什么我点8月初2无反应？好，有4只芳船对几啊所在来到遮吼，一只是对东山来，载12个人，载70大洋，3只对打狗来，运石好前来。即寡技巧我尽量较紧甲念过啦吼。本来我一直咧想讲，即寡技巧是毋是着规支拢烂过，拢莫念？我想讲我是念吼，互各位自头到尾甲即本书读到煞吼。一方面若拄着袂晓诶台语，会当学一寡查遮现遮字典。为什么我今仔日7月有吼？8月初3有东南风，有一只芳船。空船前往烈士，载25个人，另外一只出航要去打狗载石好。8月初4，8月初4，加州的芳船对厦门到遮满载好，但是死真少，大部分是粗货。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吼。载着4项施济品出航前往澎湖，你去甲即寡货物交互班达号的主管。如果该船无伫遐，就要转赠互加加斯号吼。对今仔日收到的指挥官 Lambert Geraldson 来批，知影讲，迄只遭难的大船 Amelia 号顶的所有大炮拢已经抢救起来了吼。嘛抢救差不多30担的护礁。8月初5，有2只芳船来入港，就是一只对烈士来载35个人，载50担盐；一只对芒港来载7个人，载有咸鱼。8月初6，有2只芳船到遮，一只对东山来25个人。50担盐、50包米，一只对厦门来300包米，30个人。8月7号、8号、9号3天，无芳船或者是其他船只出入嘛无重要的事。8月10号，有几啊本馆的议员代表中华国下前往赤坎，要去甲管理公司的精神的工课啦吼，对直到现在管理的Guson East Branson 改由 Anthony Cornelius Moore Bland 来担任，并且改读即个 Guson 吼的即项工课，伊嘛要如此经换是啥物意思啊？改读伊的工课啊，要如此经换，要如此甲伊换掉的款。看到伫遐有415只牛，就是192只牛母，72只阉割的牛吼，12只牛港，139只牛仔囝，22只绵羊。就是16只已经中成的绵羊，甲6只较细的绵羊。即寡精生以后要由即个拄则讲的迄个 Moreland 来管理吼 ，Anthony Cornelius Moreland 来管理。啊，上述的即个顶头讲的迄个Guson呢，就改读即项工课吼。管精生的活人做吼。较早捌读过资料，我相信各位可能嘛有人知影吼，讲牛应该是黄牛啦吼，歹势黄牛，毋是黄牛，大概叫做赤牛吼。赤牛仔呢，听讲是荷兰人引进的，对印尼引进的吼。赤牛啊，水牛应该是对希腊迄边载过来。赤牛仔是对印尼引进的，但是因为这只也无讲，所以毋知吼。有诶，较早听讲诶资料无定，咱以后伫即个热兰野城日志就会看到吼。
8月11号有一只航船出航前往南下哈，无讲啥物所在。再有15个人东南方。8月12。比雷船卡斯特甘号对巴达比亚运来货物落来吼，另外装150箱的洗洁品，7000张的落泡，1000斤的水落泡，1300张的药鱼泡，31000斤的青丝，总计才是50万毫吨的货物吼，装上船啦吼。叫做 Castcom 号吼，伫咧今仔日透早吼，趁着继续咧测的即个陆方来出航，要直接航往日本。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一路平安。这是对巴达比亚来的船吼 ，Castcom。今仔日公司的航船出航要前往平湖，另外一只希腊人的航船嘛出航前往列斯，载30个人。罗丁甲一寡咸鱼，今仔日有阴暗有一个士兵，名叫做 Maderhoven， 因为酒醉对边队船底船号停泊的所在迄个桥顶落落去，跌落去，淹死，伊的尸体以后拢无看到。意外啊！酒醉淹死的，真冤枉。8月13，讲真冤枉怪怪啦吼，大家可能讲真侥幸啦。8月13，今仔日先敲钟了后，哦，先敲钟讲钟啦吼，先讲钟了后，打出告示。今仔日这篇真注意咱看嘛哈，严格禁止所有伫即个政府管辖之下的所有的希腊人，从今以后不准搁再食种伫赤坎的甘蔗，就像以早一直到现在所食安尼吼。颠倒是爱甲甘蔗做成糖，交公司，袂当出卖互别人，也袂当所以第一点袂使食甘蔗吼。OK， 好，这个真可怜哦，袂使食甘蔗，甘蔗甜嘛，结果袂使食甘蔗，就无糖通食吼。好，第二条也无允准搁用咸纸来掠落啊！以后只敢若会当用圈套捕入，就是用锁啊、箍啊去套，可能是安尼啦吼，用锁啊去套会使，但是用咸纸袂使吼。咱看原因，伊讲因为阮真艰苦来发现，用咸纸掠落啊时阵，因为用棍啊甲所掠到的即个鹿啊，讲甲四季拢是血，所伫呢，伫日本的介绍呢，落一半以上。OK， 算落坡顶头血痕也了吼，介绍落一半，并且带伫咧市定年的希腊人下令。哦，对只第2条吼，即嘛第三条，并且带伫咧市定年的希腊人下令，迄寡一直到现在，佫饲伫咧因厝后的猪，因为造成极大的臭气甲污秽，所以必须要伫8天内拆除治疗，甲因所有的猪，移往第1市场附近来饲。违者会按照告示来处罚，吼，好，饲猪的所在袂使，莫饲咱个人大的所在就对啦，吼。先有人挡袂牢吼，臭毛毛安尼，另有法度安尼。
各位可能无经验吼。其实较早阮庄较大诶所在吼，厝边啊，甚至是厝内底，可能着架一间最低调吼。较早我家己住迄一条龙诶边啊，阮是搁另外起一个市政生诶啦吼，所以无共迄个厝顶吼。啊，伫遐会当饲鸡饲鸭饲猪我是毋捌看过饲猪，但是我细汉诶时阵就知影讲遐一个猪条安尼吼。啊，较早阮细即讲伊去共细厝内就是共迄个厝遐骹吼，共迄个厝顶下啦吼，就是有一间诚大间吼，叫做猪条安尼吼。当然猪条是足臭诶啦，迄猪屎味足臭诶吼。OK， 反正是咱人饲猪就是惯势安尼嘛吼，臭味就安尼惯势。像阮外公伊迄是土角厝，伊会共一个厝顶下对有下骹就是另外架一间是做牛条安尼吼。但是无相通啦，所以其实是袂闻到味啦。就是出入是另外一个门就对了。好，所以这毋是介困难想象吼。我家己本身较早就是有看到安尼经验吼，即种大即种就是安尼吼。好，咱继续读了，并且要向所有来往的生仔人严格下令，以后不得搁再运迄个劣质的丝含无诚实的丝制品来遮。违反者，无论是长度、宽度，或者是重量无诚实，拢一律要用好烧掉。详细情形请参阅今仔日发布的告示。该告示毋若伫咧此地发布，为着要互每一个人拢袂当搁吹杀讲伊毋知影即代志吼，不知情吼。嘛要将即个告示送去西南沿海，伫咧顺上大告示的所在来打出一寡告示吼，广播全天下啦吼，大家拢爱知影，袂使毋知吼。来我即个地盘，即三条爱遵守就对啦，袂使食糖，袂使用含籽掠落啊吼，会使用锁啊去吐吼，袂使甲猪饲咧恁厝后吼。今仔日好，过来继续读来。今仔日公开宣判下列罪犯的罪状，就是 Hendrik James van Delft 涂水师，伊是涂水师 ；Adrian James van Halen Plus Worker， 什么意思啊？注脚写讲是属伫什么一清不详吼。拄则头前迄个是涂水师吼，即个看无吼。Plus Worker， 含 Worker 是我照迄个罗马字直接黑白念的吼，但是看起来就是应该是含英语的即个 Worker 是共意思，可能是吼。Plus Worker， 伊是写做 Wercker 吼。OK， 含 Peter Boone Peter Boone 士兵，即个是兵啊。因为第一个人偷摕护照，另外两个人偷摕米，又个Quentin Rottweiler 是即个铁枪拍铁啊因为伫咧野铁枪重伤一个人，重伤另外一个人，叫做 John Reinius van Halen Van Halen 即个名应该是大家诚熟啦吼。即个纽约的哈林区应该是嘛是即个某一个叫做万哈人的名吼。我毋知啦，我毋捌去研究资料吼。因为看遮侪即个荷兰人叫做万哈人吼，我理解吼。较早纽约嘛是荷兰的殖民地吼，各位可能毋知。其实我应该捌讲过，164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
来台湾，共迄年1642年，歹势讲着1624年吼，1624年荷兰大印度公司来台湾，1624年荷兰共迄年荷兰西印度公司去纽约吼，所以伫纽约遐试验啊，都能开始嘛有建设吼，所以即个哈林纽约哈林区是毋是某一个荷兰人的名吼？毋知啦，我毋捌选过，有可能啦，但是嘛，有可能毋是吼。比如讲，我着捌误会着，就是讲New Jersey 烫即个纽约市的即个曼哈顿岛吼，有主要是有几板桥啊，甲两个地下道，两个即个，那敢若伊个地下道是变怎讲崩坑啦，但是足长的吼，而且 Hudson River 足宽啦吼。其中是叫做一条叫做Harlem Tunnel， 哈林，毋是叫做 Harlem Tunnel， 毋是哈林嘛，是荷兰 Tunnel 吼，荷兰 Tunnel，Harlem HOLLAND。我本来想这是毋是荷兰人用的吼，我误会啦，毋是啦吼，是迄个建筑师伊的 last name 叫做 Harlem 吼，所以有时我会误会。用想的认为可能是，但是实际上毋是。你若无去现资料，拢误会去。好，咱继续转来看即个今仔日向判罪证的即寡人吼。即个帕提亚枪吼，帕提亚师傅吼 ，Quentin Roy Van Gent 吼去伤害，伫个野铁厂当上另外一个曼哈顿即个人，所以这4个人拢连续12个月领袂着薪水，而且 各发2个月的薪水，就是领袂着薪水以外，还阁纳2个月的薪水出来吼。此外 ，Quentin 也阁摕袂着津贴，毋过另外啥物津贴的款吼。啊 ，Peter Case 有个另外一项是 Peter Case 和 Albert Dudes 两个是士兵吼，互相背出武器，拍伤对方，哇，这 绝对是个，但是无遮尔重，咱个会记，我记得敢若是顶一回读的时阵，特别个新305新啦吼，就是个超工个提出迄条出来讲袂使不出武器吼，尤其是伫室内吼，足严重的吼。啊，因为为虾米迄个超工个新告即个命令，就是因为进前个因为怕死人嘛吼，结果怕死人，迄个人嘛判死刑就杀掉啊吼，啊所以今仔日佫出现即代志吼，互相背出武器拍伤对方，所以两个人拢4个月领袂着薪水，罚遮轻哦，4个月领袂着薪水，并且罚1个月的薪水吼，就是个罚缴款啊，缴1个月薪水，也摕袂着津贴。 我记得迄当阵讲，规年摕袂着薪水的，毋是4个月。今仔日有6只篷船前往几啊所在，一只前往烈士16个人在咸鱼，一只前往厦门30个人空船，一只前往厦门25个人在罗亭，3只前往平湖空船。今仔日东远方，这是8月13。 8月14，我想讲，我今仔日就开足侪时间，踮遐讲一寡其他代志，应该算读足慢的，结果嘛是8月人读要一半吼。8月14，有一只篷船载石河对望港来遮，载7个人，一只出航前往烈士，载15个人空船方向游玩上昨昏。8月15。 有一只篷船对厦门来载780包米，19个人。今仔日，加加号的船长名叫做 Simon Duans， 对平湖来到遮报告讲，伊离开平湖的时阵，还未看见大船班达号，因此呢，对台湾陆续载去遐要交班达号的货物，拢已经转交互加加号了吼。 即个船员杜文胜吼，杜文胜
再来看一下伊的对介绍。讲即个人是波斯沃人，波斯沃即个所在的人，当时出国无清楚。1631年再度订约3冬，1635年做荷兰迪亚号来往伫个东印度地区，1637年伫个纳绍号，1639年做加利斯号的船长，经过变号到台湾，1640年做卡斯特坎号离开坎波利亚，1644年做马拉加号的船长。做该船回国，所以这1639年做这个加利亚斯，这日志顶头电啊拼音拢有写绕到一两字，这只是写加利亚斯 ，GALIJASSE 有 J 下对注脚是 GALIASSE 无 J 所以有时仔我读个家己感觉奇怪音无念起来无共好，8月16。有3只篷船航往几啊所在，一只前往厦门载12个人，一只前往烈士载16个人。相对有一只对望港载石河来遮，载有17个人。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嘛对平湖转来。好，8月17。早起便推船底索内号出航前往日本，载有106箱丝制品、5900匹西菱、422担半的白色青丝、甲黄色青丝、33纳丝一部西、640张摇鱼皮甲180个灰仔，总价达52万毫吨。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载即寡货平安到伊的目的地。就是日本针对平湖到遮的加热号的船长，今仔日载一只坐一只篷船满载各种货物，搁再转去平湖，受到命令要甲即寡货物装起咧迄个加热号顶头，然后迄只船呢，应该是应该是加热要载着即寡对日本有路用的，总价达是32万毫吨的货物出航，即时出航要直接航往日本。今仔日公司的篷船对平湖转来，有一只新仔人的篷船对厦门到遮，载70个人，200包米，一批空安布含80担米粉。8月18。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安海，载有28个人，载有盐甲一寡螺钿，嘛有一只前往厦门35个人，载咸鱼。还有一只篷船对福州来遮，载27个人，700包米，200支条啊，300袋棒，甲300条棒啦甲100袋茶棒。今仔日看见海上有一只篷船，因此派迄只大的小船出港，深夜即只小船转来。知影讲迄只篷船是Valiant Heart 号是对巴达维亚派来出队的。8月19，便推船 Valiant Heart 号就是昨迄只船来此停泊，是被总督国华含东印度议会派遣。伫咧今年7月19号对巴达维亚出航，直接前来此地做军一帮船。再来总额7万毫吨的少量的货物，有7包蓝色的棉布，甲变纹的釉布，
7000磅红色的大香木，4箱苏拉特的地壳，30桶肉甲肥肉，3桶牛油，3红的橄榄油，110顶帽仔，330双鞋仔，甲一只波斯马。二花国语即寡好物以及该片底船是为日本载来的苏木，以及迄个迄只船所对日本载来的苏木，拢爱落来吼，拢爱落来，以便该片底船会当尽量加装一寡好物去，其他好物去日本。有一只篷船载沿出航前往安海。再有12个人，也有一只对伫厦门到遮载80个人，800包米、70担白蜡含400包空干布。8月20，有下列2只篷船抵达到遮，一只是对烈士来载25个人，80担盐；一只对厦门来载70个人，400包米。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对平湖转来，8月20。有一只8月20，有一只篷船对打到载石河来，载有9个人。今仔日看见海上一只大船，要暗仔时阵来到岸边，吹想讲，当时应该是还佫咧挺后对暹罗要前来的片底船 Dan Otter 号。吹想讲应该是咱你挺后即只对暹罗来即只电奥特吼，8月22，因为有对西南沿海载篷船前来的西南人，真确实来甲阮讲，因伫个东海湾吼，应该是东海可能是东海湾哦，下底注较写上是安海啦吼。附近看见个一只荷兰船。伫遐调伫遐无法度通出来吼。阮咧摇讲，即只船应该是九号不来的大船班达号吼，但即久一直拢无来的即只船吼，应该是班达号。因此，今仔日派遣快艇 Clean Brandon 号去 Clean Brandon 号去西南沿海去找迄只船吼。找着了后，要甲迄只船顶为着台湾所载来好物拢甲落来，有4000个 Rigid Deodars， 叫啥物件？89000磅的盐，2000磅荷药，甲293两半的日本定银，以及该船顶对巴达维亚前来台湾的妇女甲朋友吼，拢载来处队，要甲拢物件拢要落来，要甲转运过来就对了吼。转运过来即只船是啥？Clean Brandon 号吼，站对个暹罗到港外片底船 Dan Otter 号中岛入港，来到即个城堡头前停泊，对驻暹罗的主管上级商务员 Jeremiah Van Vliet 写互长官 Vanderberg 阁下会来批知影讲。即只片底船载有总价值14000毫吨的好物，有100支柚木啦吼，柚木啦吼，柚木的插头，330倒棒仔，3000斤橡芽，11担蜡，5担定香木，152担暹罗盐，4000张。已经烤过门的绞婆，405斤燕鸥，15支西牛角，235担苏木甲6000张鹿婆，西牛角就死牛角吼。有数只西南商船去暹罗，造成公司真大的阻碍。啊，若无对台湾再去遐的西南商品，就会当卖真好，得到真好的利益。因为即寡西南商船，互阮所载去的好物，拢完全滞销吼。
而且还佫有一寡留伫咧厝地还袂载去的荷尔蒙，也因此拢毋免载去啊吼，省起来吼，加载加了就对啦吼。所以新仔人，即个用即个计数吼，下价竞争吼，即个历史上都出名吼，400年前就是安尼做吼。低价倾销吼，那敢若做大水吼，山洪爆发淹过来，大家拢淹甲糊糊去吼，无一个活通人活。8月23有一只篷船对打到在石河内遮，载有7个人同风。啉者水。哎呀，其实我不倒一支也我来摕一下物件吼。哎呀，请互我轻松啊读吼，咱后手毋知阁要读偌久吼，无轻松啊读袂落吼。先食一下物件滋养者。8月24，1639年8月24，有一只篷船对厦门载30担盐来到遮，载有35个人，嘛有一只载150包米对金门到位，载40个人。相对有2只空船前往烈士，一只载一寡落尘前往福州，载25个人东北方。8月25，派商务员叫做戈内利斯 Caesar 啊，就是科内利斯 Caesar 嘛吼，凯撒吼，共款吼，未来的台湾长官。派这商务员载一只细只篷船前往澎湖，受命要踮咧遐停靠一段时间，望迄只大船班达最后会当航行前来澎湖。8月26，有一只篷船对福州到位到遮吼，载25个人，800包米；也有一只对烈士来载24个人，150包米。相对有2只篷船出航，要去打到载石河。8月27，对几个啊坐篷船。对西南沿海来的即个西南人也听着讲，有3只航往日本的葡萄牙大篷船，其中的一只伫南澳附近搁浅吼，靠浅吼，吊船啊啦吼，车是吊车，伊是吊船啊吼。再有价值80万里尔的荷尔蒙，西南人哪知影因载遮侪？价值的货物。8月28，平尾船Valiant Heart 号出航前往日本。即只毋是进前都已经爱出航啊，前遮久，还是装货装遮侪工。满载下列的货物：5大箱的丝制品，9900匹的白色西菱，50000匹的麻丝，420匹的空眼布，65匹红色冰丝，甲220装箱含装篮的丝制品，总价值28
28万河吨，愿万年的上帝带咱平安到位。8月29。派旁船 Middle Birch 号去南边，要去对遭难的 Amelia 号，甲抢救出来打的护照甲载转来。有2只旁船到位到遮啦吼，一只对列斯来载150包米，另外一只对安海来载200包米。8月30。有2只旁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，一只前往安海载75个人，载护照；另外一只载咸鱼前往金门，载32个人。嘛有一只是对打狗载石河来遮。8月31。本年度最后一帮派往日本的边队船 Dan Otter 号，趁着继续日车来陆风来出航。歹势，再有三拿四制品569斤水落皮6000张落皮11担蜡235担苏木606支红色单香木5000斤泥香2000斤茯苓5000匹的康安布60匹素色的拉琴含713匹麻丝，全部进货计销，加上因为现款不足。听候船只对日本抵达以前，必须要支付西那商人一寡收购的货物的利息，总额是36000豪吨。愿万年上帝若平安带领这只船，也带领所有其他派出去的船只，拢会当平安到因所要去的这个港口。好，8个读煞吼，剩3分钟，咱就无继续读啊吼。看一个啊。各位写笔记吼，讲我 YouTube 离线吼，我毋知呢，应该无啊，还是歹势咧，敢若离线，我即摆才看着。好，好，听海影吼，8月17，每个礼拜六暗时9点，公司播出总共5集吼，各位有兴趣使看吼，就是拄则讲的迄段历史吼。台湾人拢毋知啦，我莫讲你毋知吼，我食到50几岁我才知影。讲起来，各位是毋是认为讲应该流目屎？恁家己的可能是阿公阿嬷的代志吼。国民党不准你讲，伊又袂甲你教吼。啊，你的阿公阿嬷因嘛毋敢讲实在吼，要叫因讲一寡过去这伤心事吼，而且政治上都是政治无正确嘛吼。伊去去参与即个太平洋战争，去掠起来做战犯判死刑吼。OK， 芭比查资料讲，原来莲雾嘛是荷兰人引进的吼，阮叫做蛮雾啦吼，较早拢讲蛮雾啊，逐个讲莲雾，我倒人讲莲雾。荷兰芭比有写笔记吼，荷兰人伫17世纪初迄先后伫纽约甲台湾建立殖民地，含欧洲列强竞逐海上贸易利益。1624年，荷兰人进驻台湾，同一年。荷兰纽约殖民地首任长官教任，1662年，郑成功将荷兰人赶逐出台湾。1664年，英国人取代荷兰人统治纽约。荷兰殖民台湾和纽约时间差不多是拢相像吼，共迄段时间吼。共款要伫咧多元文化中的环境中面对土地贸易、管理居民、发展农业等等的问题吼。打狗，
打狗的名是原先住伫遮的平埔族马卡岛吼，马卡岛的族语叫做打狗、塔狗吼，意思就是电拿啊吼。伫汉人伊台语的音译做打狗，话伫就是狗啦，毋是狗就是猪就是牛啦，无就虫啦吼。好，客欠哦，就是客欠，准碰着礁岩吼。163今日8个30读煞吼。好 ，OK， 咱来关房哦吼，感谢各位。邓霞阿端。OK。